你個衰佬又要我揾東區中心，又要有靚嘅生態資源，仲要戶型實用，你個衰佬要求得真係多嚇。今日滿足你，帶你睇東區新規住宅。今日帶你睇130萬就可以攞低大4房嘅屋苑，背靠住5A 級嘅樹木園公園同埋金鐘水庫。呢邊呢，樓下就係超級 Super Mall， 我哋嘅天虹超市就喺隔離啦。咁呢邊嘅生活配套夠唔夠方便先？咁呢度咧係屬於東區嘅新規產品嚟嘅，睇下呢個客廳，哇，望出去個 view， 個客廳個闊度係咪好正呢？重點係咧呢個戶型咧係唔輸俾4.0嘅，並且價錢贏在起跑線啦，衰鬼！咁最後同大家展示一下呢度嘅戶型。咁東區咧就唔同大家過多介紹啦，呢邊嘅配套應有盡有，5分鐘範圍內覆蓋3個超級 Super Mall， 3個省1級書包，隔離就係博愛醫院，醫療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呢度返香港都好方便嘅，落到樓下就係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去到太子、荃灣、深圳灣口岸、福田口岸呢啲都係直線到達嘅。好啦，想要呢個樓盤嘅詳細資料，想要呢度嘅優劣勢對比，喺評論區留言3個咯，我將呢度嘅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